細路女百厭，教你翻屋企教啊嘛。唔好意思，黑仔細路女啊。唔好意思。今天的单词是高，高。它首先可以用作动词，指对人进行培养教育、傳授知識技能。呢一個月嚟咧，多謝你將我哋全校最頑劣嘅學生教到乖晒。總之跟你學到啦。教你又唔敢，但我講你聽。唔啱咁啊！你教我絕世武功，我咪唔使驚咯。也可以指對物進行調教、校正。Oh shit！未教角度，所以直上直落咁解嘅啫。而家得㗎。翻到香港之後，我會教啱隻色。還可以用作名詞，指睡眠、睡覺。我做呢場法事咧，可能要我減壽10年嘅喎。又係啲妖言惑眾，阻住瞓覺。本官瞓醒覺擘大雙眼，要見到常威企喺公堂出邊之嘛。一定，多謝大人成全。我同你又唔夠狠，大賊做唔成，做埋晒啲細藝嘢，運超唔得晚，覺都冇覺好瞓。還可以指宗教、信仰。上一次同你交手已經知你用嘅係神龍教武功，你潛伏喺宮內到底有咩目的？快啲講！今日係我哋神龍教嚴守嘅齋期，我哋唔可以殺生嘅。